雪纷飞，木雕师傅施正木专心创作。他挑的题材很特殊，是长相怪异的蟾蜍。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是很喜欢蟾蜍，因为看了有点蛮恶心的感觉。原本创作飞禽鸟兽为主，应顾客要求，施正木接下雕刻蟾蜍的任务。为了雕出活灵活现的姿态，竟意外替自己上了一堂生态课，就去抓一只真的蟾蜍来养，就养在那个小小的水族箱，有吗？它养1个礼拜，我就把它放掉，放生，然后再去抓一只新的，一直重复这样来回养。蟾蜍的肌理、动作、神态，透过施正木的手细腻表现，悠游在写实与抽象之间，把作品分为可量产与不可量产的单件，彻底利用创作时间。很多人说现在景气不好，我是觉得你自己要花脑筋去动，要去想。想象力飞扬，施正木的蟾蜍作品艺术感兼具实用性，招财招福，喜气十足。所以这叫一鼓作气，对，努力咬钱。对，恭喜你的客家话怎么说？可不可以教观众？可以啊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对不对？恭喜你财运大发，对，大家赚大钱，对。恭喜你，恭喜你。